他们叫灯吼，咱的神明灯吼，以早拢用油灯，油灯下骹的灯座是做像皋安的猴子，灯照久了吼，那个就产生灵性，万物皆有灵。所以那神叫做灯吼，不过因为它是管灯的，所以大家拢无插伊啦，拢拜遐拜，结果把那个灯吼忘记啦，然后灯吼就听袂爽呢，伊就去甲玉皇大帝斗。我讲迄世间的人吼，足浪费的，足讨债，很浪费，一定要好好的惩罚他。玉皇大帝听信他的谗言，讲真正才要求好，海龙王听令，今年过年就把台湾岛沉了。哇！整个台湾岛民听到，哇，完蛋了！所以安怎？最后全家要死了啊！所以就连人叫来围炉，最后一餐。要死了，钱也没用了嘛。鱼杀出来本的，互你大家挑以炸你辛苦，黄泉路上也有个花呗。这个守岁围炉发红包的由来，然后咧，观世音含土地公，就甲玉皇大帝求情，讲迄灯互白讲啊，台湾人无安尼啦。后来玉皇大帝就收回成命，结果大家困醒准备挑鱼啊，看到个哇的，就安怎互道恭喜。大家就互道恭喜。这虽然是神话传说故事，什么教艺术啊？这告诉我们要感恩哈，你不要某些东西把它忘记啊。好来，咱嘛加赶，恁一班后礼拜佫拄着模拟考啊。好。咱今3之1甲讲诶，咱若有时间吼，咱有10分钟看一下影片，因为讲伤久你嘛注意不集中。好，我们要开始吼，咱先调好，来3之1，3之1，好未？好。咱第一节个困啦。Hello， 你身体不舒服吗？还是太认真了熬夜？来，大气层像咱的皮肤哈。咱遮就讲到大气甲天气现象，天气现象是大气引起的，好，所以咱先讲大气的分层，咱的皮肤是咱的第一层保护层，跟大气层一样。所以你看咱人破病哈，就是除非你的皮肤本身生病了，那就是你的保护层自己坏掉，不然你的病都是从哪边？可是你的皮肤不可能没有开洞啊，你没有开洞怎么吃东西啊？有没有？咱破病拢是为你皮肤开洞的地方，细菌病毒进来了，你皮肤哪里开洞？想上面的就好不要诡异的微笑感冒鼻子嘛，病从口入嘛，对不对？来，大气，那大气层其实没有开洞，但是后来出现那个所谓的臭氧洞。我刚好启动录影。咱先大气的分层，大气层恁二轨来咱复习一下，应该科理化。大气压力偌多
大气压力多大？压力那单元大气压力其实没什么，就是背单位而已啊。大气压力的单位一大堆啊，会记得没？一大气压对不对？等于多少？76公分水银柱嘛。你也可以760。再来等于多少？水银的密度13.6，对吧？所以76公分水银柱乘上13.6，变成多少？这是什么单位？够不？够不？有讲到这无？100帕。这其实是牛顿米啊，就是说它换成那个牛顿的，把那个克重换成牛顿的单位。啊，无按气象哈，咱气象讲的拢是这啊，先要讲的这，咱讲的高气压、低气压、一大气压，咱的单位拢是这。还有以前有把它讲成毫巴啦，其实帕跟巴正好差1000啦，所以100帕跟毫巴是一样的。所以你稍微有一个概念，如果大于1013的大气压，有可能就是高压。可是我们高气压的定义，高气压中心的定义不是安尼，高气压中心的定义是讲，伊中心比外围较悬，那个是高气压。啊，中心比外围较低个是低气压。我定着咪用绝对值啊，只是它高于这个就有可能是算比较高的气压。好，再来，这是75压，咱开始来讲大气的4个分层，来为地面开始算，地面开始往上走，越走越高，压力也变较大些，当然较细啊。那大家一对得来，第一名空气的重量下来啊，你若行愈悬，你上面空气是不是愈少？所以压力就越小。不管在哪一层，你往上走，跟分层无关的哈。你往上走，你上面的空气就越少，你的压力就越小。所以压力一以贯之，越往上越小。来，温度嘞，你越高越怎么样？越小对不？越来越小，越高越冷嘛。我问你，是安怎越高越冷？越高不是你离太阳越近，热的来源比太阳，你越靠近太阳，为什么越冷？我们都视为理所当然。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越靠近太阳会越冷？谁能 ？Who can tell me？ 对不对？地球热的来源是太阳，为什么越靠近太阳会越？想看卖？
咱会定定思考，唔是讲课本讲啥，老师讲啥，你就背起来。我一直想要构想，我现在已经开始进食了，我要来翻转教室。什么叫翻转教室？那个卖我功课。咱后几节咱开始来实验，换恁功课给我听。恁讲要叫我功课，不要紧，我开始甲平板借啦，我甲平板借啦，足简单的。恁会甲 AI 开讲无？哈？你会甲 AI 开讲无？我女儿很喜欢跟 AI 开杠她还跟 AI， 她不是叫她做什么工作尔伊跟 AI 开杠，伊个甲我讲 ChatGPT 比较讨厌，那个 Gemini 讲话比较，可是 AI 现在我叫他做什么，有时候会很生气，你知道吗？因为讲袂听啦，甲恁共款啦，讲袂听啦。我叫你改这你头前改好后壁唔对，后壁改的，头前更唔对啊。有人很生气呢，可是很生气怎么办 ？AI 你可不可以骂他？你骂他会怎么样？他会不会生气不理你？你知道最残酷的骂 AI 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你跟 Gemini 讲一讲你就骂他说，人家 ChatGPT 都不会这样，好严重自尊心完全受损，然后被爆炸。唔过甲恁讲我听有人安尼甲我讲，我感觉真有道理。你即摆唔通甲 AI 玩家，唔通骂伊。其实伊做无好伊做出来做无好，你爱甲鼓励。你讲加油，我相信你可以更好。不要骂他。你知道为什么不要骂他？未来有一天我们人类搞不好被 AI 控制我们会变成 AI 的奴隶到时候 AI 要修理人的时候，看到这讲，这跟阮阿公介先讲了个袂歹，好放过他。这阮阿公有讲迄阵常常骂我讲我都不如ChatGPT 好啊，我咧替阮阿公报仇把你残杀。安尼有道理你觉得会不会AI 越来越聪明我们人越来越靠 AI， 就我们人都不思考，越来越笨然后未来有一天 AI 觉得说，我又不需要人类了，人类要笨，好了，杀一杀啦，留几只下来当玩具就好。AI 也要休闲消遣你现在是玩电动以后变电动玩你所以我现在有这个构想，我可能很快我就要付诸实施。恁家己看，看无会问 AI，AI 问了，换恁分组起来报告，讲 AI 甲恁讲，迄个对流层有啥物特性，恁查到的资料起来教专班，换恁做老师。我讲过啦，我上学跟你讲过，你们现在来学校学如果要适应未来，你根本不是把这些东西背起来，你科学要把这些东西背起来，可是对你未来有用是什么？不是这些知识是有新的知识，你怎么获取这些新知识的方法？那对你以后才重要。不这上面层，
伊要搜寻节上灾啊。可是你现在利用这个，我如果想要知道什么知识，我怎么去途径去很快的找到去学到，这才是你们现在该写的，好不好？咱以后来试看卖。我给使用传贺啊，我有买新的麦克风哦，我只是还没有带来哦，那个手持式的，我到时候传下去换你们在底下当老师，我们来翻转教室。我在上面听课，然后你们在麦克风拿给你们，然后平板拿给你们查，然后你们在底下讲课。你查到什么，搜寻到什么 ，AI 告诉你什么，你来教全班。哎，好不？好不啦？来，为什么越高温度越低？我们回到这个，这个问题你今天如果当场有那个，你就可以问 AI 啊，他就告诉你了。为什么越接近太阳温度会越低？我们地球上的温度看起是太阳给的热，问你要怎么给你？你还记不记得你学热学的时候，热学讲过，给你热量的方法有什么？会记得啊？热传导的3个方式啊，热传播的3个方式，传导、对流、辐射嘛。我帮你复习理化，所以保温瓶怎么隔绝这3种？隔绝这3种就可以保温啊。内层抽真空，隔绝什么？传导、停塞，隔绝对流嘛，那个烟不会冒出来嘛。内壁涂银色，隔绝什么？辐射嘛。所以另外在保温瓶呢，依照那个几年前有一个故事，那时候中国大陆还很落后，而且咱台湾的那个厂商遭遇中国大陆的真卡改推销保温瓶，那个村长太太，已经遭遇村长，下个村长太太讲来，你看这个村长太太讲，你这是什么东西啊？伊讲这叫保温瓶，村长太太讲哦，保温瓶哦，是从哪？因为我跟你讲，保温瓶这好用啊，热的东西放进去可以保温，冰的东西放进去可以保冷，这好用哦。我买一个，买一个了，隔天迄村长太太招引那妇女会，他们妈妈教室无，来，大家过来看，迄一群太太讲，你这啥物件？无看过哦，保温瓶啊，保温瓶哦，这从哪来？我跟你讲，这保温瓶，热的东西放进去会保温，冰的东西放进去会保冷，这厉害！村长太，你内底写啥？我告诉你，我放了1杯热咖啡跟2球冰激凌。这个杀出来变奶昔，因为厂商忘记告诉他，保温跟保冷不能同时用，所以他觉得很神奇啊。你不要看这个，我每次讲热血令讲这个，你说故事好笑也好，这句子是假的。这会教热平衡的概念呢，这是不是热平衡的概念？你把温的冷的一起放进去，它是热平衡。来，咱讲遮，还个要无时间啊？因为地面吸收太阳辐射，
地面的东西吸收太阳辐射，安尼知影无？咱的土地，咱地上的东西吸收太阳辐射，所以地面最热，越往上越冷。可是冷到一个大概11公里的都在反转了，变成越上面越热。为什么？我等一下再讲。要到一个最热的地方，又反转了，越来越冷。冷到一个最冷的地方，又反转了，越来越热。所以我们分成这4层。第一层叫做对流层，第二层叫平流层。因为热的东西往上，冷的东西往下嘛，所以它会上下对流。而这个反过来了啊，它越低越热，越低越冷，越高越热啊，所以它就只能水平对流啊。然后对流层你又到中气层，又越上面越冷。中气层的顶端，这是大气层里面最冷的地方，然后最后到我们的真温层。顾名思义，一个是越往上越热，为什么？最后一层就是我刚才讲的原因了，越来越靠近太阳，所以它的温度很高，高的不得了。问题是，那你说那么高，太空说人造卫星不是融化？不会，讲嘛，空气稀薄，没几个空气分子。温度高什么意思？每一个空气分子的动能很大，这叫温度高。可是传给你的总热量让你烫伤，是因为什么？除了每个的能量之外，是撞了几个撞到你嘛？我问你一个问题：蒸汽是不是高于100度？没错吧？水蒸气高100度哦。今天一杯水，不要说100度啦，70度就好啦。你的手放下去会怎样？化锈啊！那怪了，你为什么可以在100度的蒸汽室里面蒸汽浴？70度的水都会烫伤你了哦，那个下去都几度灼伤了哦。为什么你可以在蒸汽室里面蒸汽浴？这就是我讲的空气分子的多少，水分子的多少，水分子的多少。蒸汽室里面蒸汽的密度跟你在蒸小笼包里面的蒸汽密度有没有一样？不一样。你如果是跟小笼包蒸笼里面蒸汽室一样，你也跟小笼包的肉一样蒸熟了。所以外太空啊，空气分子很少，每一颗很厉害没用，你走半天碰不到一颗。后来，咱这站是安怎有一个温度上升的地方？你看74页，这层纯粹是臭氧。臭氧什么作用？吸收紫外线。它吸收紫外线到哪里去了？紫外线是一种能量，它吸收了紫外线，它变成热，把紫外线变成热。所以这一层因为有臭氧层，所以出现一个温度的上升之处，这样可以解释哈。所以大气分成这4层是根据什么来分？根据什么来分很重要。固体地球的分成地壳、地寒、地核是根据什么来分？咱讲过啊。以上各位记得没？不是物态哦，组成物质的化学成分。
举它呢？那这个根据什么来分？温度嘛。那个外公，每一个温度反转的地方，是不是就是换到下一层？不对吧？好，好，成分无想要讲啊，因为理化讲过啊。大气第一名的是什么？复习节，氮气占4%，78%。第二名呢是啥？氧气占1/5或21%。在第三名的是啥？啊，第三名是啥？惰性气体内底什么氩气嘛？这种叫做固定成分。剩下二氧化碳、水、什么甲烷、臭氧都是变动成分。这个简单，变动成分就因为它比例很少，所以它变动就很大，改变比例就很大。所以最多的3个叫做固定成分。然后二氧化碳跟甲烷一起温室气体，温室效应呢我们有需要，可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温室效应太强，会改变我们气候。臭氧吸收紫外线供回。后壁空气污染，这你用看过指标哈。来，什么叫不健康的是什么？看一下，看到不要出去的，红色以上，红色、紫色、黑色，我们很少有黑色。紫爆已经非常不健康了，红色又不健康。橘色橘色你还可以出去，按摩橘色出去的时候，你就不要做剧烈运动，因为剧烈运动你要去慢跑啊啥，橘色就不合适了。